时在地新闻继续来看，国民党的正副总统候选人侯友宜甲赵少康互相搭配，一个顾南部，一个顾北部。侯友宜伫高雄扫街，赵少康到新北市三甲的菜市啊，陪2位参选人来拜票。不过最近这个青年买厝的政策，还佫有18岁公民权，赵少康拢互掠出来讲，甲伊过去的主张无共款。啊，赵少康是8岁讲，这时空背景嘛无共款咯。 谢谢。加油加油加油！甲摊商博感情，剩1个月正式展开扫街拜票。赵少康要用热情打动选民的心。暌违30年重返政坛，赵少康第一次回到菜市场扫街，就来到新北三峡。而另一边侯友宜则是在高雄来进行造势，彼此南北串联，分进合集。 来到三峡食一个金牛角，更较要紧的是，这个选区因讲是郭台铭的大本营之一。因过定派系已经陆续归队，郭党的到底什么时阵要回归？他可能会在这一个明年1月1号过后，会开始展开这个浮选的一个行动。我们是对郭董很高的期望啊。 重要的关头需要更较侪家母来带，是讲除了顾基本盘以外，侯康配嘛拍拼争取少年甲中间的选民，是讲赵少康、何人讲捌抢过18岁到20岁的少年人，拢是投予民进党的，所以讲嘛好力赢。你今天讲这是回了标去写了个定。讲是这样讲的，但是我也不认为18到20岁不能够争取，要争取还是要争取。18岁公民权跟不在籍投票都是民主先进国家的常态嘛。 全力要拍政绩牌，要救少年人，也个侯康培推出买厝555方案，最近有人指责讲根本是行贼地恶，甚至进前内政部提出买厝只要自备款1成的计划，当时赵少康嘛咧批评讲，这对着压厝价拢无帮助。第一个是时间不同，第二个是实价登录的这个情况不同，第三个是后面的保证的机构不同。我们是总统的政见啊，这是国家的政策啊，政府在后面做担保。讲因为时空的背景无同款，即摆杀这个政策是政府做靠山，支持少年人完成买厝的梦想，是讲选民敢会接受，恐惊都要先解决争议的问题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